小伙子，小伙子，小伙子，醒醒酒，天亮了。原来是梦，没穿越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去，还真不是梦。这一生时，你终于出现了！快和我缔结契约，一起拯救世界吧！哦，哈咦呀，哈咦。哎呀，年纪轻轻的就这么疯了。幸亏上个月为流浪猫剩了半袋，还没过期。喏，给。这个大小挺合适，放心用，我每天都会帮你铲干净的。都说了，本座是护镇神兽吉里，不是宠物。嘿嘿，你以为我傻呀？神兽明明是这样的。虽然大部分都是杜撰，不过魔神和其手下的妖风们确实被玄黄无极阵封印于异界。本座身为护镇神兽，名为吉里，已坐镇三界1000万年。吉里，收起你怀疑冒犯的眼神。昨晚要不是本座赐予你战炉神剑，凭你能活着出来？那个无敌大宝剑叫战炉啊！这家伙说的很有真情实意，不像胡吹。唉，可惜时光流逝，封印松动。妖风们通过时空之隙，把三界破坏的情况越来越多。时空之隙，什么玩意儿？它是三界与一界能量不稳定时产生的裂缝。放心吧，时空之隙里非常安全。毕竟你是天命之人，能够看到普通人不能察觉的魔怪和灵兽，又拥有强悍无敌、拯救世界的力量。拯救世界！是啊，所以进入时空之隙打败妖风，注定是你的责任。放心，妖风很好消灭的，非常简单，一定要多战斗哦。尽管交给本英雄吧。不过你说封印魔神的阵法松动了，这可是天大的事啊，要怎么修补呢？这个嘛，搬砖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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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林一凡，你硬是个草鬼，发了毒消了没？老板，能不能再宽限一个星期啊？等我这稿过了就有稿费。一稿下一稿，搞快快，没得钱，你就过来给我做活路。是，马上到。吉里，你就待在家里，我得出去赚小情钱了。等等，还有啥事儿？在外面绝对不能泄露本座的身份，吉里。不行，做亲自监视。